台北市板桥是台北市老大人上济的所在，台大病院的北校分院，就甲地方的西门国小合作，成立落地社区服务中心哦。大人囡仔智慧活动，和时代感受囡仔活力。因为老人人口快速增加，失智症患者数量嘛哪来哪济。台大病院北校分院就伫咧台北市万华区，这个所在老人人口嘛真多，所以成立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，加强失智症的整合医疗协作。中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发掘新的个案，然后能够让它纳入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下面，能够去确诊，或者是帮他做一些医疗的垂直整合。加上即马照简化，共照中心隔壁的西门国小校园嘛有真侪无得用的空间，病院就甲西门国小照空间，甲空教室改做落地社区的服务据点，安排智能治疗师，互轻度失智的视大人会当行出家门来参加团体活动，拖慢病情恶化。都伫遮咧生活嘛吼，所以对伊来讲，遮做熟悉的所在，其实对因有好处啦。啊，老人囡仔嘛通做伙耍啊，对无吼？咱讲老幼共学啊，对无吼？老人咱讲故事，互囡仔听，囡仔咱教老人做一寡手工的，啊，这嘛是真好啊吼。就过去的研究也看得出来说，这个儿童如果说有参与一些老人的活动的话，他们会更关心自己的老人家。那对老人家来讲，跟这些幼儿参与一些共同的活动，也可以延缓他们的老化，也可以增加他们参与活动的一个意愿。台大病院北校分院和西门国小，敢若小隔壁尔，利用空教室来做落地社区服务据点，互时代去据点，就若像去学校上课共款，除了会当感受到校园内底囡仔活力，上界重要的就是互失智照护社区化，达成在地安乐的目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